講真嗰句，喺你心目中嘅山西旅行係咪淨係得古城同埋麵食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好多朋友啊，對山西印象都好單一嘅。今次我哋呢條行程一次睇晒山西嘅4大文化遺產：平遙古城、五台山、全空寺、雲岡石窟。哇，聽到個名啊，都已經係響當當啦，全部有齊晒啊！仲有黃土高原獨特地貌嘅大同土林，世界3大奇塔嘅應犬木塔，氣勢磅礴，湖口瀑布，仲有300萬年嘅歷史萬年冰洞群，船索雪唱小西添，外加中華第一關雁門關，景點份量十足十爆，哇，真係靚到不得了啊！食嗰方面，今次我哋可以品嘗地道山西風味，大同火鍋、五台山嘅素宴、雲源涼粉，各種特色麵食全部有齊晒，全程5晚餐都包足嘅，當然酒水都包埋喎，用餐體驗相當唔錯。出行細節我哋仲幫你安排妥當啊，特別貼心設計，每人佩戴一部導覽耳機，就係你戴住嘅時候，導遊講咩你都聽得好清楚。行到邊行遠咗或者好多人聽得唔清楚，呢個你可以放心，有個耳機你就會聽得好清楚，唔會走散啦。嗱，呢條山西全景深度行程，景靚美食足，服務又周到。想了解更多詳細行程，可以撥打我哋26501628或者到我哋各地分行報名。多謝晒。